歡迎大家收睇2025年5月4號星期日沙田馬場草地 B 跑道一共11場賽事嘅賽馬貼士。今日嘅停賽騎師係蔡明少，今日嘅停賽復出騎師係湯姆森、周俊樂、霍雲星同埋鍾奕禮。今日嘅午後馬鐵都係無多波獎金，預計派彩每日後係200萬。頭場賽事交波時間係下午12點30分。第一場賽事新馬賽1000米直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渾身解數、4號不勞而獲、6號快活精神同埋2號解碼。第二場賽事5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9號有心意、1號文明福星、2號夢幻進區同埋7號可愛新星。第三場賽事係今日嘅第一口三寶嘅頭關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7號英雄戰歌、4號天天更好、6號金運來同埋1號龍之光。第四場賽事2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康樂高球、4號遙遙領先、3號米奇同埋2號中環盛景。今日嘅3T 將於第5、第6、第7場無多波獎金，預期派彩200萬。第5場賽事3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跨境寶馬、3號年年有型、6號駕迎奇兵同埋7號上乘報喜。今日嘅6環彩將於第6至第11場6保獎無多保獎金，預計派彩200萬。第6場賽事4班草地1600米，九龍木球會8周年紀念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準輝煌、2號威武年代、7號農民邊影同埋14號八正道。第7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紫荊拼搏、3號紅衣醒目、5號駕迎巨星同埋11號喜盛進區。第8場賽事國際3級賽皇太后紀念杯草地2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有目共賞、3號有龍穿鳳、6號愛心神區同埋1號標誌唔字。
第9場賽事係今日嘅第二口三寶嘅頭關，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一定超，1號太太精神，7號風繼續吹，同埋9號攬雀爺。第10場賽事3班草地20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9號金主，2號共享富裕，6號爆撞名區，同埋8號爆撞旋風。今日嘅尾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黃昏5點50分。第11場賽事3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彭才，1號神似，7號何好運，同埋13號定數。